豪姐今日同你分享一個刮油神器蘋果山楂水。過年嗰陣時咧，我媽從初一食到15啊，食到呢度啊都飽飽滯滯啊。今日咧就煲翻一個蘋果山楂水，飲完之後咧，成個人啊都清爽好多噶。呢度唔脹咧，望落咪細翻個碼咯。就用到幾樣嘢嘅啫，蘋果一個，山楂咧就5、6粒，陳皮咧就1塊。蘋果咧就連皮煲嘅，所以咧我哋咧就要落一啲鹽啊嚇。咁樣咧捽一捽佢。將佢蘋果皮表面嗰啲蠟啊，同埋啲污糟嘢咧都捽乾淨。蘋果咧，我哋就切細嚿啲。都幾甜啊！山楂同陳皮咧都落埋入去，加2碗水，大概咧800到1000毫升左右啦。開翻個果壇模式，煲佢20分鐘咧就得噶啦。差唔多煲好啦。如果你買嘅蘋果唔夠甜咧，都可以自己加一啲冰糖噶。酸酸甜甜好好飲啊！祝大家肚腩仔快快消失。